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总统突破中国的封锁，成功到斯瓦蒂尼展开访问，强调台湾有权利行向世界。今仔日是连假上尾一天，国道上北的车变多，高公桥按算为下晡2-3点开始就会愈来愈塞。 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晚咱的赖总统是成功到斯瓦蒂尼展开访问啊，嘛甲国王见面，双方签署合作协定，希望来加强合作。中国知影了后是起价掉卡转地，不过咱的陆委会是回应讲，咱国的总统要去任何所在，拢无需要中国的同意。 伫总统赖清德甲斯瓦蒂尼国王面前，响起咱国国歌旋律。赖总统昨日突破中国封锁，去斯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当面向斯王传达诚意祝福。佮强调，虽然行程捌暂缓，也毋过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 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The Kingdom of Eswatini stands ready and in support of all the achievements which Taiwan would like to achieve, which include tha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赖总统也邀请斯王搁一摆访问台湾，两人搁较共同见证台斯签署关务合作协定，毋望两国继续深化双边关系。也毋过赖总统成功去斯瓦蒂尼，搁互中国气噗噗，搁一摆表示坚持一中原则，对此陆委会严正回应。咱国总统要去任何所在，无需要中国同意。事前也做了相当的规划，那国人都给予祝福。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 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虽然总统府无说明出访路线，也毋过提供的相片中有翕到两位，毋是咱国籍机长身影，所以行程会议，赖总统即摆是坐苏国特赛，副总理查杜里的访台专机，彻底透早为桃园机场直飞苏国，也互外界关注赖总统的安全回程。副方表示，相关行程细节会伫访问结束了后，适时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赖总统这回用 ATA 模式，也就是到位了后才宣布的方式，闪过外力的干扰，顺利到斯瓦蒂尼。民进党强调讲，台湾本来就有权利行向世界，因然国民党嘛表达祝福，不过提醒讲，就要注意中国的反制。有学者就分析讲，虽然这届总统唔是坐专机出访，中国可能袂伫咧传习会进前有上大的动作，不过也是爱透过其他的方式来防止中国继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总统话强调，车里经由元首出访的 ATA 模式，秘密到位，先来宣布避开可能的外力干扰，顺利到斯瓦蒂尼。民进党强调，台湾有权行向世界，实践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行向第一线外交甲国安人员来致敬。国民党祝贺赖总统国事访问顺利，也毋过也提醒国安甲外交团队爱记进前的教训，更加爱注意中国的反制。 蔡总统化危机为转机，顺利的出访，这当然对中华民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国安与外交团队的误判，在庆祝突围过后，应该迅速的调整。不管如何的辛苦，都更需要走出去。我想赖总统这次呢，可以说是跟他的外交团队非常成功的突破了中共的封锁。 赖总统成功出访苏国，调也是拢祝福。不过强军及时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咱国防部一天查到1架次强机、7架强艦、3架公务船侵了台湾。中国外交部也批评是偷渡式的闹剧。咱外交部也反击，提这川普甲拜登这4位美国总统拢捌用 ATA 这模式下礼来出访他国。学者分析，赖总统毋是坐专机出访，有了北京未伫传习会进前对台湾有相大的动作。不是用台湾我们自己，譬如说华航或者长荣的
一个总统专机元首出访的那个仪式感就没有了啊，所以大陆大概如果说要抗议，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自己降了一格，我干嘛要抗议？阿姐认为，虽然中方可能对赖总统出访事故后续的谈判来处理，不过因为爱注意，中方已经有打压台湾，参与国际这方式来阻止咱方拓展外交。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的上尾一天，国道上北的车变多，高公桥安线为下晡2点至3点开始就会愈来愈塌。因那天气的部分，气象署提醒民众讲，新的锋面长咧瓦近，为下半晡开始，中部以北到宜兰地区可能会落短暂阵雨，而且愈晚，这雨势会愈大。劳动节连假最后一日，透早苏花公路还未到中德段，已经开始用塑胶桶分道，一直到中德上北路口，车流明显增加。首假日苏花公路出现车阵，目前有过24点钟，车流量会伫1万台以下。目前苏花路廊在车流上面，现在每小时大概300多辆预估到将近中午11点的时候可能会来到800多辆。大概会呈现车多情形。高公桥也提醒，连假最后一日，以北返车场为主，有过北部，各以苗栗到湖口、国山、关西到大溪，可能为下昼3点开始塞车，另外各个宜兰到北南，可能为早起塞到暗时9点。另外中部各区西里南屯、甲国山、德山、草屯、大山顶路段，拢可能为下昼3点就开始出现车阵。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国五地区稍早路况正常，9点起已经开始有逐渐的车潮涌现。另外，透早北部出日头，各地侪云高好天，温暖偏热。不过气象署也提醒，刷落来要变天啊，新一波锋面豆豆瓦近，星3下半日开始，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过愈晚雨势愈明显。这道锋面我们预计是在周一的这一天通过台湾。通过之后，包括周2的时候，还有华南雨区的水汽东移所以其实看到周1、周2各地其实都有一些降雨或者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气象署有告，为拜一开始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落雨搁降温，北部高温达到22度左右，甚至可能出现18、19度低温，一直到拜3、拜4天气回稳。不过到拜6，搁有后一道锋面通过，落雨范围可及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民族1路站有一台白色轿车，坚持唔接受警方的检查，车煞咧就追伊走，一路违规，搁去弄到4台车，最后是弄到路树才停落来，互警方压制。车顶唔但超出毒品，就连驾驶伊本人嘛是食毒塞车，警方甲伊照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白色轿车和警察车一路一直入，伫高雄台中1路要驶入去民族1路时，抢红灯去弄到伫等台区要驶弯的2台机车。停车！停车！代志发生伫初2暗时，警方发现白车车牌无正常反光，要甲车刹落来，验过4人，赛车人却是拒绝检查紧走，也伫逃走过程中连弄2台机车甲汽车，造成3人受伤。我们在那边停红灯啊，他从我们后面过来，然后呢，他要右转，那台从我后面撞过来。警察有对他开枪吗？没有，警匪追捕。白车造成事故了，无偌久就弄到树仔停落来，警方落车要抓伊时，也互这赛车人呛声，尾后有甲人抓出来，并且伫车顶敲出安徽他命，还佫有四个物件。经过喙瘾快速检查，确认是食毒赛车，依法会使处3万到12万的罚款，并且甲车移离保管，吊扣驾照甲牌照。警方现场速控制林南，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2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南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高雄今年到4月为止，总共取缔食毒赛车464件，即摆4人的10人食毒赛车拒绝检查，也造成连环车祸，互警方传回警察局。由于无驾照，而且逃走时一路违规，警方除了依照食毒赛车、公共危险罪罪嫌移送地检署以外，也依照道交条例对违规行为一个开罚，有计相关因处27万6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月2日，台南市一位查某警察骑乌多摆出门时，去互一个大学生骑车位后壁甲弄着，人倒伫涂骹了后，搁互游览车位后壁甲搞过死亡。昨昏，一个弄着人的大学生，甲因爸爸妈妈，甲有查某警察灵堂念香致意。
这个大学生因为伫出车祸了的第一时间是先关心家己奥多麦受损的状况，所以伫咧网络是引起真侪批评。昨伊甲因爸爸妈妈做伙去灵堂念香，嘛向查某警察家属回失礼。不过对方表示讲无感受到诚意，后续的听书就交予司法来处理。继续来关心一桩车祸的消息。嘉义市有一对翁仔某伫咧青顶要过路的时，去互一台要倒弯的轿车撞到，两个人全吊伤送病院。警方表示讲，这个驾驶无食酒，毋过伊无让过路人先行的部分，相当会当罚3600块吊扣驾照。伫斑马线要过马路的民众，当青阳顶变青顶通行时，开始过车路才行无一半，就去互倒弯一台乌色轿车弄甲飞出去，人倒伫路骹。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人送去病院。伤者坐在车边，疑似这个遭受车子的撞击之后，左侧感到酸麻，全身多处擦伤，以及这个颈部有疼痛的一个状况。代志发生伫初二下晡要4点半的时阵，一对翁仔某伫嘉义市西区的上海路甲新建街路口要过车路的时阵，伫斑马线后一台轿车撞到。经过警方调查，驾驶无食酒赛车。倒弯的时阵，为着要抢紧，才会来发生事故。开车难免会有 A 柱，可是他那应该是闯红灯，还是希望开车的人要小心行驶，要看清楚，不要抢快这样。速度袂使紧啦，紧度拢会疏忽去啦，嘿啦，人拢袂使车讲啦。警方表示，肇事的驾驶会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追究法律责任。伫路口无让过路人致使受伤，相当会罚3600，吊扣驾照1年至2年。嘛，呼吁赛车也是骑车的人，walk进路口速度较慢的，爱让过路人先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原来看咱台湾的倒球选手郑怡静去英国参加世界倒球团体锦标赛时，所传出讲，伫咧安检的时，若想去互安检人员性骚扰，伊的教练郑家琪是希望主办单位会当明确回应，启动调查。国际倒球总会 ITTF 甲世界倒球职业大联盟 WTT， 佮有伦敦世界倒球锦标赛组织委员会 LOC 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完全无法度接受发生安尼的代志，嘛已经和团队联络，当咧进行调查。第二届教练郑家琪除了感谢 ITTF 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重视，维护运动员的安全甲尊严以外，嘛感谢相关单位提供协助，希望后续的调查会当顺利。美国联航精神航空传出讲，因为资金用了，佮加上国际油价直直升悬，实在站袂牢，宣布停止营运。也即间34年的老牌联航，即声倒大嘛，正做是美国主要航空公司25年来头一间关门的。机身黄色，总部伫咧美国佛罗里达州，专门走加勒比海航线的属地航空精神航空。伫咧讲这款人超袂好势，航空燃料又搁大起，怎么已经挡袂落去啊？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精神航空伫咧2024年11月甲2025年8月就已经2遍申请破产保护，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正罕见1年内2遍破产的记录。进前伊甲另外一间廉价航空 JetBlue 捷兰航空但合并。也拄到反垄断挫败无成功，最近的中东冲突，航空燃油自1加仑$2.24起到4.5亿美金，或者根据17000几员工的美国老牌子联航无法度可經營。其實川普政府之前想要替伊紓困，開5億美金要甲買起來接受伊的股權，迄陣精神航空的工會是支持。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it, helping them out, and meaning bailing them out or buying it. I think we just buy it. We'd be getting it virtually debt-free. They have some good aircraft, they have good assets, and when the price of oil goes down, we'll sell it for a profit. 川普隨意甲記者證實，北京已經甲精神航空甲伊嘅這群人提出一份最終提案。不過 CNN 報道，這群人敢若無接受這個方案。I think I would be upset if Spirit wasn't an option anymore, just because. I don't know, JetBlue and all the other companies, they're just so expensive. If that means you're bailing out Spirit, that means these people could keep their jobs. I'm all for i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they have to, at the end of the day, put food on the table, keep the lights on for their home. 美國東部時間初二透早1:08，喺咧降落達拉斯嘅上尾班機了後，精神航空嘅航班已經全部攏取消，客服系統也攏下線，代表1992年引入噴射機機隊。
正式挂牌的精诚航空，可能会结束34年的经营，可能会真侪2001年911的恐怖攻击，中途航空破产了，第二间倒的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云林的环保局为着整治环境，使用移动式监视器，佮引进 AI 智慧辨识。不管是伫咧偏僻的所在乱倒粪扫，还是等红灯时有人混晒乌白蛋，拢总会去互人翕落来。自去年7月到今年4月，就已经告发超过240件，嘛依法进行裁罚。民众为火车顶将一包一包粪扫往坑底下弹，车牌甲羊毛拢互清楚翕着。也有骑机车的人将粪扫砸到大排水沟边仔的坑底下乱弹，也有人利用天气黑暗乱弹农业废弃物，淹过专停，拢互监视器录着，要来告发。开着小货车或者是摩托车，将那些垃圾包随着弃置，然后造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脏乱点的产生，然后这些脏乱点就是严重影响我们的环境卫生。所以我们就从这些车籍资料来查这些行为人。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为要整顿环境垃圾死角，今年7月起，针对垃圾点启动移动式监视器，高度的 AI 智慧辨识追查行为人，无管是偏僻地区、荒诞粪扫，还是等红灯乱带粪柜顶，拢未无路，目前已经累计告发240件。就大致为一般家庭的生活垃圾，跟农民在农作后的产生的一些农业废弃物，另外还有一些室内装修的一些混凝土块或者是砖块等。然后目前从去年7月至今年的4月中为止，查获共241件。安尼你这黑白片，即马外路足济啊，足济即马物件遐，你像有的哦，直接迄狗啊，就甲撇落遐，啊你变做讲你狗啊撇咧。变做讲，较愈污染迄个河川遐。环保局就讲，查获行为人了后，会依法惩罚，告发处惩治到6000罚金。也毋过，但大型粪扫会要求限期程度改善，超过期限无改善者会按处连续处分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中市龙井区山电路5段昨尾仔路面塌落，现场是赶紧升风路。自来水公司表示，讲是地下水管破气所造成的长咧抢修。不过附近的住户是怀疑可能是建案施工引起的，因为进前这施工就把地势厝体严重受损，呼吁市府就要调查清楚。路面规个塌落去，也出现真长明显的大壁坑。台中市龙井区山电路5段104号头前的北向大路，车里暗时向塌落去，警方赶紧将这路段封起来，也放三角水架警示灯，防止发生危险。附近的民众讲，路面是对下晡就开始涉水，自来水公司证实是地下水管破气。自来水管线破管造成路面轻微沉陷。那本案已经由供水调整停水户8户，今日上午修漏厂商已进场进行修漏，预计下午3点可恢复正常供水。自来水公司初3早起就赶紧来挖路修路，4棵位啊少数住户受影响停水，也过自来水管有安怎会破气？自来水公司甲4棵位啊住户拢怀疑讲，应该是甲边仔建筑工地有关系，因为旧年工地就因为地下室施工，造成南北两边总共10多户徛家受损。我们这栋厝严重往下陷，这个深度应该有差不多50公分，应该有了，半个月以内就要下沉的。啊，昨天才会发现讲是外口到马路要变成大天坑了。阮本来有煮饭台啊，伊碰起来，伊怎啊先做这临时，阮煮安尼啊。当地里长讲，因为徛家受损真严重，有2户已经判定是危楼袂使住，必须爱定起。也来野营的大的受损户也大概是真袂安心。工地南边有真侪户，后面的壁拢已经菜铁架啊，甲伊先冻掉咧，灶骹也拢逼歹歹去，甚至门拢拍袂开也关袂起来。不过工地员继续伫施工，损害也继续发生，希望台中市府会使介入来处理。也若自来水管破气原因，自来水公司会伫修路完成了后，再过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
中部地区为29度到33度，南部的部分是为28度到34度，东部27度到33度，外岛地区是为21度到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